主播庞博。Hello， 大家好，我係 Stanley 丹尼，歡迎收睇 Hidden Agenda 嘅第28集。東奧6個大風尚片假名向大陸宣戰。2020年嘅日本東京奧運，因為去年嘅新冠病毒大流行，所以東奧就順延1年，喺7月23號晚，日本時間晚上8點鐘開幕。呢一次嘅開幕禮係歷屆開幕禮最遜色嘅一屆。原因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原本可以容納68000人嘅國立競技場，最後只係得1000人出席。開幕禮嘅外賓最勁嗰兩位係美國嘅總統夫人，同埋下屆奧運東道主法國總統馬克龍，佢亦都係唯一出席嘅外國元首。冇咗觀眾嘅奧運開幕禮， Stanley 就絕不客氣，用粵劇戲班喺首晚正式演出之前，必定係要做一出叫做六國大風尚作為先行開場演出嘅所謂叫做例戲。咁好在7月23號係農曆嘅6月14，唔係7月14。如果係農曆7月14，咁呢一次東奧嘅開幕禮就真係俾鬼睇，認真係大吉利是。咁老實講，琴晚嘅開幕禮，各國嘅選手入場嘅時候少貓幾隻。特別係嗰支嘅緬甸隊只係得2個人，而更掃興嘅係所有人都要戴晒口罩，都唔知佢哋邊個打邊個。咁唯一令到人有少少 surprise 係入場嗰啲嘅隊伍唔係照過往嘅英文順序或者係倒序而進場。咁後尾搞清楚，原來係根據日本嗰啲嘅50音或者叫做片假名而入場。咁如果你要學呢啲日本嘅字母，咁就有首歌就叫做伊雷波歌，咁就可以幫大家有少少嘅概念。不如就大家聽一聽。朝夢酔いもせず今日あなたが望むのならば犬のように気持ち悪い紐に縄に鎖に縛られてあげましょうあの身のハニーポテトどこなら好，聽完呢兩段嘅慢快版伊雷波歌，咁大家應該都有少少日本字母50音或者叫做片假名嘅基本概念。咁50音嘅開頭13個音就係咁樣唱。Iwo Fani Forfeto， 跟住嗰行叫做 Chini Luro， 咁 Stanley 就想 highlight 第7同埋第8嗰個音，即係拖同埋黐。咁拖就啱啱喺黐之前。咁大家都知道台灣同中國嗰個英文就叫做 Taiwan 同埋 China。咁如果你要英文讀法， Taiwan 就當然係 after China。但係如果你以日文嘅讀法，就剛好相反 ，Taiwan start from to，which is 就啱啱喺呢個嘅 China 或者叫做 China，China Ruro 嗰個黐之前。所以喺去年嘅10月，當日本向呢一個嘅奧委會提出用50音或者片假名呢一種日本嘅字母，而代替慣用嘅英文或者法文嘅字母排列，作為呢個嘅2020奧運開幕禮各國嘅入場進行嘅排列。咁呢一個嘅主辦國日本擺到明就用呢一個日本50音嘅秘技去呃呢一個嘅奧委會。咁奧委會不妨有詐之後，當然喺呢個嘅文化嘅角度會尊重主辦國，讓佢哋用呢一個嘅片假名或者叫做50音作為各國喺呢一個嘅開幕禮嘅入場次序。我諗當時大家都覺得呢個只係小事一宗，但係點知呢一個嘅日本國一方面係依然跟從呢一個嘅奧委會喺英文上稱呼台灣叫做 Chinese Taiwan， 但喺日文上佢哋卻將呢個 Chinese 攞走，直接稱呼一向叫慣嘅中國台灣，直稱為台灣。故此喺呢個嘅開幕嘅入場次序，台灣就排第104名，而台灣咁樣入去，而之後中國隊即係 China 就以108名咁樣進入。咁 Stanley 就認為呢一幕嘅入場序
係成晚呢一個嘅2020東奧開幕禮最精彩嘅一幕。如果用六國大封相呢一場例戲作為背景，日本以台灣為稱呼去取代慣用嘅中華台北，簡直就係戰國時代嘅齊楚燕韓趙魏嘅六國，將鬼谷子嗰個學生蘇秦封去為六國聯盟嘅大丞相。咁大家都知道戰國時代嗰六國嘅共同敵人就係叫做秦國。咁根據歷史研究，好多人就將呢個嘅秦國同呢個嘅China係對號入座。咁真係細估唔到，本來以為一場嘅死氣沉沉嘅例戲六國大封相，竟然有咁精彩嘅一幕，叫做片假名六國大聯盟對付秦國啊！咁其實奧運開幕禮入先同埋入後確實係小事一宗，但係日本唔將中國放在眼內，竟然將呢個嘅 Chinese Taiwan 嘅 Chinese 抽起，用佢哋嘅日本國語直接稱呼為台灣。而更重要嘅係喺呢一場嘅國際盛事，以直播嘅形式向世界各國咁樣介紹台灣，相信係好戲還在後頭。咁本來中國一貫嘅做法都唔係好理睬各國嘅睇法，話晒佢哋都自居為呢個嘅 GDP 嘅第二大國，而計人口以14億位列前茅，所以中國不嬲都以佢哋嘅14億嘅人民作為呢個共產黨嘅血肉長城。只要管得住自己14億嘅人民，咁就話智利、英美、歐盟、日本5萬加印度，所謂36個大聯盟，驚都未驚過。故此 CCP 嘅對策就係一心喺呢一個嘅奧運直播，將台灣出場嗰個片段攞走，咁就可以向中國14億人民交代。本來呢一個嘅如意算盤，中國 CCP 就不嬲都係咁樣打。但係點知今次呢一個嘅騰訊就搞到一鑊泡。好，讓我哋一齊重溫騰訊播呢一個嘅東奧開幕禮台灣入場嗰個蝦碌嘅片段。有請主播韓博。咁喺7月23號東奧嘅開幕禮，台灣隊就以個他被安排喺呢個第104隊嘅入場。咁由於大陸小氣，所以騰訊視頻喺呢個中華隊被安排入場嘅時候，突然間就將畫面切成呢一個體育脫口秀，主持人就叫做彭博，個 show 個名就叫做環5個環啊。點知呢一場嘅脫口秀一播就播咗成20分鐘，結果就連排喺呢個嘅第108名入場嘅中國隊，日文就叫做 China 都 cut 埋。咁中國隊入場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好似有108位嘅梁山好漢一樣嘅運動員入場？咁就真係不得而知。但係為到呢一件事，騰訊究竟會揾邊個人嚟孭鑊，就不得而知。但係當晚嘅脫口秀嘅主持人彭博就率先喺呢個嘅微博發出一個嘅道歉聲明。咁喺佢嗰個嘅工作室，佢就話今晚喺呢個觀看奧運開幕過程嘅中，發現節目突然被撤出，第一時間了解溝通後，得知係由於播出法中發生了技術問題，中途將被播製片截出，打斷了正常觀看，嚴重影響了大家觀看開幕式嘅體驗。咁跟住佢就話，作為節目主播嘅彭博嘅團隊，我哋非常遺憾，也深感抱歉，對各位不起。彭博和各位朋友一樣，都係期望和關注奧運，希望大家跟住就冇嘢講啦。咁對於一個嘅道歉啟事，嗰啲真五環嘅網友就有咁樣嘅回應：你好像有病，切什麼脫口秀？跟住佢又繼續講，佢話搞得所有人看不到中國隊，什麼意思？跟住第3段就話鏈直播很開心，吐了。而最後尾嗰條就話還發道歉。咁其實要結束今條片，中國隊就真係好唔掂。繼720呢個嘅河南鄭州洪災事件，喺呢一個嘅723東奧開幕禮，俾日本名串以51片假名同台灣合演一場六國大封相，喺全世界幾十億人
直播落裏面，而騰訊又搞到一鑊泡，20分鐘嘅脫口秀竟然令14億嘅中國玻璃心徹底咁樣打碎。喺嗰一場嘅死氣沉沉嘅開幕禮，竟然睇唔到自己中國隊嘅入場。咁喺度 Stanley 都希望嗰啲小粉紅唔好喺網上炒呢啲嘅台灣隊同埋中國隊喺奧運開幕入場嘅評語，否則真係喊得一句句。咁喺度 Stanley 都亦希望各位網友唔好將呢條片去轉發俾大陸嘅網民，免得佢哋傷心做出啲傻事。事關嗰一班嘅日本網友喺呢一個台灣隊入場嘅時候，佢竟然用中國人都睇得明嘅日本漢寫住台灣，跟住又有國旗又有心，仲寫明佢係叫做獨立國。而至於第108隊入場嘅中國隊，佢就真係十分之唔客氣，又話元兇，又寫住根源，最慘仲有呢4個嘅禁字，叫做武漢肺炎。咁究竟2021年對中國係點樣嘅一年？不過自從喺3月開始，經過呢3波4折，由阿拉斯加要食杯麵，跟住就歐盟一齊唔同佢哋嗰個嘅中歐合作，仲用新疆棉做藉口，跟住鄭州又經歷呢一場嘅千年一遇嘅大暴雨，仲要際遇佢哋嘅長江水庫泄洪，搞到嘅鄭州5號線同埋2號線，仲有嗰條4.3京港隧道一齊沒頂。而今次呢一個嘅冬奧又俾主辦國用嗰啲50名又或者叫做片假名，嗰個片字都唔知係咪欺騙個片字先至啱。咁跟住呢個嘅騰訊就搞到一鑊粥。咁 Stanley 相信好戲還在後頭。好，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相信大家都會聽得好開心，亦都睇得好過癮。咁最後都俾大家再聽一次嗰個日本秘技50音開頭13個音係點樣唱。多謝大家，拜拜。朝日夢道酔いもせず今日